嗨，大家好，我係 Bob，歡迎你返到嚟5分鐘計量經濟學。呢個係一個專注於介紹基礎嘅計量經濟學概念同埋估算方法嘅節目。今日我哋會一齊嚟睇下乜嘢係壞控制變量。變量之所以被稱為壞嘅控制變量，係因為佢喺模型當中並非必要，而且加入模型後會引起混淆。請考慮下邊呢個關於啤酒稅同交通事故死亡率關係嘅模型。我哋將各州交通事故死亡率對該州嘅啤酒稅進行回歸，並且加入控制變量，包括總行駛里程、男性人口嘅比例以及16到21歲人口比例。係數 β1 描述嘅係啤酒稅嘅增加如何降低交通死亡人數。如果我哋加入一個衡量人均啤酒消費量嘅解釋變量，會點樣呢？啤酒消費變量會被視為壞控制變量，因為佢係稅收變動嘅結果，係稅收變動嘅直接嘅後果。當啤酒稅增加嘅時候，駕駛者會減少飲酒。喺模型當中 Alpha1 描述嘅係喺保持啤酒消費量不變嘅情況下，提高啤酒稅對交通死亡率嘅影響。我哋可能對佢唔感興趣，因為好難想像啤酒稅點樣喺唔影響啤酒消費量嘅情況下改變駕駛者嘅行為。喺呢個案例裏邊，我哋了解到所謂嘅壞控制變量，其實係我哋感興趣嘅解釋變量嘅直接後果或者直接結果。喺上面嘅例子當中，啤酒嘅消費量係啤酒稅嘅直接後果。如果將佢加入模型，會使係數嘅解釋變得好困難或者奇怪。但係有啲時候，所謂嘅壞控制變量其實係中介變量，佢能夠幫助我哋將總效應分解為唔同嘅間接效應，而呢啲間接嘅效應係透過中介變量作為渠道產生作用嘅。例如，我哋想了解父母嘅收入點樣影響子女成年後嘅收入，我哋將勞工嘅時薪對佢童年時期父母平均嘅收入進行回歸，並且加入其他會影響時薪嘅控制變量，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居住地區、種族以及子女數量。我哋發現，平均而言，當父母收入增加10%嘅時候，佢哋嘅仔女成年後嘅時薪會增加大概2.8%。而呢個正向嘅影響喺任何傳統水平下都係統計顯著嘅。下邊我哋考慮應否喺模型當中加入勞工嘅教育程度同健康狀況呢兩個解釋變量。教育同健康肯定係會影響時薪嘅。細路仔嘅教育程度同健康狀況通常係父母收入嘅結果，因為嚟自富裕家庭嘅細蚊仔可能擁有更多嘅資源，從而獲得更好嘅教育同健康。咁佢哋係咪模型當中嘅壞控制變量呢？如果我哋想更加深入咁樣了解童年家庭收入或者成長嘅環境係點樣影響子女未來嘅收入，我哋就應該把呢兩個變量納入到模型當中。因為佢哋係中介變量，能夠幫助我哋將父母收入嘅總效應分解為多個效應。父母嘅收入可以透過教育呢個途徑影響子女成年後嘅收入，亦都可以透過健康呢個渠道產生影響。佢哋係父母收入對子女收入嘅兩個間接效應。喺冇呢兩個中介變量嘅模型當中，β1 刻畫嘅係總效應，
而喺包含咗呢兩個中介變量嘅模型當中，Alpha 1刻畫嘅係父母收入中唔透過健康同教育呢兩個途徑影響子女未來收入嘅其他效應。我哋可以手動計算呢啲效應。總效應係父母收入對子女成年收入嘅總嘅影響，佢等於0.282。假設父母收入增加10%，咁樣子女未來嘅收入會增加2.8%。教育扮演咗關鍵嘅角色，透過呢個渠道嘅效應係0.11，佔總效應嘅1/3以上。父母每增加10%嘅收入，子女未來收入增加，通過教育呢個渠道嘅增加值大概係1.1%。透過健康渠道嘅影響僅係0.03%。其他效應則係透過教育同埋健康之外嘅其他嘅渠道產生嘅影響，大概係1.6%。我哋把教育、健康同其他途徑產生嘅影響相加，等於0.276。由於唔同嘅模型當中存在唔同嘅誤差項，所以各個分解效應嘅總和並唔精確咁等於總效應。今日我哋一齊討論咗壞控制變量呢個問題。有啲時候佢哋係多餘嘅，應該被剔除喺模型之外。但係有啲時候佢哋係中介變量，能夠幫助把總效應分解為多個渠道嘅效應。就好似喺父母收入同子女未來收入呢個例子裏邊，教育同健康係兩個中介變量。佢哋有助於我哋更清晰咁樣理解代際因素嘅作用機制。中介變量並唔係壞控制變量。多謝你收睇呢一期嘅5分鐘計量經濟學，我哋下期再見。